知道大家等咗我搬咗去新屋，但係做漏咗一件事好耐啦，今日終於有得聽。另外，今集最尾會有作者麥陽想同讀者以及聽眾講嘅說話，記得聽到最尾啊！第3集現在開始。唔知大家有冇試過望住慢慢打開嘅升降機門，會有一種莫名其妙嘅緊張或者恐懼感，就好似你有預感打開門之後將會有威脅到你嘅嘢出現咁樣。而家匿埋咗喺角落頭嘅我就有呢種感覺。升降機門慢慢打開，一對皮鞋從中踏出，望到從升降機走出嚟嘅人，我即刻伸手揞住自己個嘴，因為我估唔到竟然係一個我認得嘅人，業主。佢依然着住齊整嘅恤衫、西褲、皮鞋，面上帶住溫和嘅笑容行出升降機。而同時我發現佢手上面拎住一樣嘢，係一個座台燈。我一眼就認出呢個座台燈本來就係放喺我屋企，亦係租屋嘅時候本身就有嘅家私。因為呢盞燈嘅風格好特別，睇落雖然細，但有少少似啲土耳其燈，所以我好記得佢。但係到底業主點解要攞走盞燈呢？業主拎住屬於我屋企嘅燈走出嚟，然後轉角去到一個我睇唔到嘅地方。我聽到鎖匙開門，然後就係閂門嘅聲音。剎那之間，我明白咗，業主都係住15樓。15樓，上次我追住嗰個神秘人，今日消防鐘響起，全部都係同15樓有關。而且講到可以監視我喺屋企一舉一動嘅話，業主的確係一個好合理嘅人選。為咗諗辦法，我走咗落街嘅咖啡店。落街當然係為咗避免俾業主監視啦。我第一件諗嘅事就係點解業主要拎走盞燈呢？或者咁問，點解佢要喺呢個時候先拎走盞燈？唯一嘅解釋就係佢喺屋企監視我嘅時候，發現我好似想揾出屋內面嘅針孔攝錄機，而嗰一眼座台燈就係針孔攝錄機嘅所在位置，所以佢先不惜敲響個警鐘，冒險製造混亂，等我返唔到屋企，然後直闖我屋企拎返走盞燈。如果咁講嘅話，佢手上面仲有我屋企嘅鎖匙。既然係咁，我而家應該點做呢？首先，我屋企裏面仲有冇其他嘅針孔攝錄機呢？其次，到底業主係純粹變態，定係有其他目的呢？我老婆仲有1個星期先搬入嚟，如果今個星期裏面解決到件事，我同老婆仲可以相安無事咁住落去。要揾出真相嘅方法有2個，第一，同業主對質，但係我冇證冇據，業主一定全部否定。第二就係按兵不動，以免打草驚蛇。咁當然咩都唔做又唔得嘅，點樣先可以引到業主有所行動，令到我可以捉到佢痛腳呢？我靈光一閃，又真係俾我諗到一個好冒險嘅做法。我出街買咗個公仔，而喺公仔入邊係裝咗一個攝錄機。冇錯，呢招我係從王晶嘅《賭城風雲》學翻嚟嘅。目的就係將個公仔放喺客廳，反監視到底業主點樣監視我，同埋可以錄低我唔喺屋企嘅時候屋企嘅情況。點解要咁做？因為上次我話佢拎走咗個台頭燈，但係我完全冇證冇據。而家有個公仔喺度，咁就可以隨時拍低個關鍵證據，隨時可以用嚟同佢對質。有咗呢個公仔監視器之後，我個人都放心咗啲。於是者就去到夜晚，其實諗到屋企裏面仲可能會有未發現嘅監視器，心裏面都有少少緊張不安，而呢份感覺就令到我唔係太瞓得着。
不過一諗到聽朝又要晨早起身返工，我都係決定盡量眯埋眼，希望俾自己慢慢瞓着啦。我唔知嘗試咗幾耐，但係個腦裏面仲係諗緊好多嘢，例如係個業主每日都喺屋企睇緊佢偷拍我嘅影片，又或者其實浴室裏面都有佢擺嘅監視器，遲啲會用啲裸照影片嚟威脅我。雖然大部分都係胡思亂想，不過諗下呢啲又諗下嗰啲，就算眯埋眼躺平，嘗試扮到好平靜咁樣，其實我都唔係太瞓得着。正當我攤咗唔知幾耐嘅時候，我突然間聽到啲聲，似乎係喺屋外面傳入嚟。個聲音好輕微，但係如果我集中嚟聽嘅話，我大概分得出係一啲金屬碰撞嘅聲音。如果要將呢啲聲音聯繫到一種物件，我會諗到係鎖匙。到底點解凌晨嘅時候，我屋內面會傳出鎖匙嘅聲音呢？我淨係諗到一個可能性：業主。到底佢想做咩呢？唔通佢想而家入嚟？定抑或係其實佢之前每一晚都係咁樣入嚟嘅呢？搞唔掂，越諗越心寒。我係咪應該去攞啲嘢保護自己，定係應該由得佢入嚟，然後制服佢呢？正當我六神無主嘅時候，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客廳有我放咗個針孔攝錄機公仔，只要我而家拎手機，我就可以睇到攝錄機對住客廳嘅直播情況。但係我轉念一諗，假設我屋內面係有攝錄機，業主好有可能喺屋外一樣睇住個攝錄機，睇下我到底瞓着咗未，再決定爆唔爆入屋。所以如果我攞手機嘅話，佢肯定會知難而退啦。咁我就錯過咗一個引蛇出洞嘅機會。因為只有影到佢入屋嘅關鍵證據，我先可以同佢對質。好彩嘅係，我嘅手機其實只係放咗喺我嘅床頭上面嘅架。我諗一諗，決定冒險搏一搏。我扮到好自然咁樣，雙手慢慢舉起，用被將成個頭笠住。就喺將被俾我舉高嘅時候，順手將床頭嘅手機掃咗落嚟。除非業主個攝錄機係擺咗喺我個床頭啦，否則從其他嘅角度睇，佢應該只係會以為我有一個睡眠習慣，就係用個被遮住個頭瞓。不過我聽到屋外面嘅細微聲音喺呢個時候都停咗，好有可能就係出面真係業主，然後佢見到我有動靜，所以即刻停手。但係我唔想再繼續擔驚受怕啦，我寧願佢快啲入嚟。我個人入咗被竇，但係我唔敢有太大動作。我成個人保持一個瞓覺嘅動作，只係隻手喺個被窩裏面喐。我好小心咁樣舉高個膝頭，掩飾我將手機從手上面拎起。我用個眼光望住個手機，好小心咁樣將個手機轉咗去針孔攝錄機個畫面。而家我個心情好矛盾。一方面對於業主闖入我屋企有啲驚，但係另一方面又好想佢快啲入嚟，等我知道佢嘅目的到底係咩。所以而家我喺個被竇入邊，聽住自己起伏不定嘅呼吸聲，同埋細心聆聽到底出邊仲會唔會有動靜呢？安靜令到時間好似過得特別漫長。當我以為業主已經放棄咗今晚嘅計劃，鎖匙嘅聲音喺出邊再次響起，而且今次仲有插入門鎖嘅聲音。我知道佢要準備行動啦。當你知道有人準備入侵自己間屋，但係又唔能夠作出任何反抗，呢個等待嘅時候原來都幾恐怖。細微嘅鎖匙聲不斷咁響，我甚至可以分得出鎖匙插入匙窿，開始扭轉鎖匙，門鎖被打開嘅聲音。我相信我屋企嘅門已經俾業主打開咗，而我而家只係可以繼續匿埋喺被竇入邊扮瞓着咗，安靜咁樣等待業主下一步嘅行動。呢個時候，連我都開始有啲欣賞我自己。因為今日晏晝我買翻嚟個公仔入邊裝咗一個針孔攝錄機，個重點係呢個攝錄機係有夜間攝影嘅功能嘅。
靠住呢個夜間攝影功能，我睇到一個人影潛入咗我個客廳。雖然夜間攝影係唔能夠將人嘅樣貌影得好清楚，不過大概可以睇到入嚟嘅呢個人個身形同業主好相似，而且睇到佢所着嘅依然都係嗰一套恤衫西褲皮鞋。講到皮鞋，佢好小心咁樣將佢對鞋放咗喺個門口。我望住針孔攝錄機嘅影像，我望到業主佢開始慢慢咁行入我個客廳，好似欣賞藝術品咁樣仔細望住每一件嘅家具。然後我見到佢將個目光對正咗我個針孔攝錄機。喺針孔攝錄機嘅夜間拍攝功能之下，業主嘅雙眼好似螢火蟲咁樣發出異樣嘅綠光，筆直咁樣望向個攝錄機。我當然好驚啦，到底係咪佢發現咗我個攝錄機呢？我都未諗完咋，業主已經慢慢咁樣向住我個攝錄機咁樣行過去。唔知大家有冇玩過 VR 射喪屍？遊戲入邊，你需要用第一身嘅角度望住啲喪屍迎面向你衝過嚟，然後你就要開槍打死佢。而家我喺針孔攝錄機裏面睇到嘅畫面，同我玩 VR 射喪屍好似。業主正面咁走向個攝錄機，攝錄機嘅影像淨係睇到越走越近，甚至個容貌越嚟越清晰嘅業主。佢呢刻面帶笑容，呢個笑容令我諗翻起當日簽約嘅時候嘅情景。當日我覺得佢好友善，但係而家喺呢個情景再睇翻，再加埋夜間攝影呢個奇異嘅顏色，佢嘅笑容越嚟越令我心寒。業主已經行到埋去個針孔攝錄機嘅前面，鏡頭嘅角度突然間唔同咗，變成咗由上而下影住個業主。睇住畫面嘅變化，我知道業主做緊嘅嘢就係將個公仔舉起咗，跟住落嚟畫面變咗一個非常非常接近業主嘅近鏡，影住咗佢嘅額頭，然後就畫面好似衝向佢額頭咁樣變得一黑，直至隔咗幾秒，畫面先慢慢拉開，睇到業主個樣。從畫面嘅角度，我幻想到啱啱業主做緊嘅嘢，好有可能即係佢將個公仔貼近自己塊面，然後做咗一個類似聞佢嘅動作。諗到呢度，我已經覺得非常之嘔心。但係我而家可以做嘅，都只能夠係繼續保持按兵不動。正當我以為業主想入我間屋行下，佢就將我隻公仔放低咗。但係過程之中出咗少少問題，佢將個公仔嘅擺位轉咗少少，令到而家嘅拍攝角度收窄咗一半。從畫面裏面，我淨係睇到佢嘅背影向住睡房嘅方向行緊。與此同時，我嘅聽覺不自由主咁變得敏銳。我確實聽到物同地面輕力摩擦嘅聲音，淨係慢慢咁接近我嘅睡房。當我知道佢接近緊我嘅睡房嘅時候，我喺度諗自己到底應該做啲咩？係要繼續唔喐等佢行動啦，定係當佢入到睡房嘅時候即刻捉住佢呢？我拎住個電話喺隻手度係咁震，難掩我內心嘅緊張。雖然話我同業主嘅身形差唔多，甚至我作為一個偶爾都會做下運動打籃球嘅人，同佢睇落文質彬彬一個正常斯文人，理論上我應該好打啲。但係可能因為受制於呢個恐怖緊張嘅氣氛，再加上業主嘅行為實在太過奇怪啦，令到我個心都有少少怯。話口未完，睡房嘅門鎖嗒咗一聲，係有人慢慢扭開門嘅聲音。我吞咗啖口水，索性將個手機喺個被裏面反轉，然後我調整呼吸，盡量唔好俾個業主發現我嘅緊張。呢個時候，我聽到睡房嘅門口已經被打開，隔住張被，我都好似感受到有個人影慢慢咁接近緊我。
因為冇得監視，同時房裏面咩聲都冇。呢種明知有人喺間房入邊，但係你又完全唔知佢對自己做緊啲咩嘅感覺，實在太難受。我已經忍唔住啦，我喺心入邊做咗個決定，我決定數3聲，然後就拉開張被。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我搬咗去新屋，但係做漏咗一件事嘅作者麥陽話，佢寫作呢個故事嘅靈感係嚟自當初人生第一次租屋，過程太過順利，但係之後經歷咗幾多奇怪嘅事。雖然唔係靈異事件，不過就引發咗佢去思考租一間新屋嘅時候可能會發生啲乜嘢恐怖嘅故事呢？或者係作者嘅職業病，麥陽個腦會天馬行空諗到好多奇怪嘅嘢。好彩嘅係呢啲奇怪嘅嘢冇喺現實發生，但係就造就咗佢一篇又一篇嘅小說。寫作係麥陽從細到大嘅興趣，絕對唔係全職。如果全職寫作嘅話，佢覺得自己應該會揾唔到食而餓死。因為 Covid 嘅時候有時間，麥陽就將呢個興趣化為行動，開始進行網上連載。麥陽有其他唔同類型嘅作品，橫跨愛情、懸疑同埋無聊搞笑，有幾個故事已經出版咗㗎喇。例如我專門幫人擺分手和頭酒，仲有以香港作為背景嘅尖東遊戲同埋灣仔遊戲，最後就係前年喺書展推出以婚姻作為主題嘅長相廝殺。麥陽今年進入咗整頓期，可能以前純粹當寫作係興趣，寫得比較隨心，但係隨住寫作嘅年資增加，佢開始有讀者支持，會對自己多咗要求，所以佢今年用咗好多時間去反覆問自己到底想寫啲乜嘢，到底要為咩而寫。最後麥陽想講，好開心自己嘅作品可以俾人用聲音演繹出嚟，佢覺得唔同嘅媒介都會賦予作品唔同嘅生命，希望大家享受呢個故事，有興趣嘅話可以留意下佢其他作品。佢認為如果自己筆下嘅故事能夠為大家嘅生活帶嚟一啲樂趣同埋思考，佢就滿足啦。